凯比风台造成南部地区灾情真正严重，中央限定拢有提供受灾户补助。高雄宣布饮水超过50公分以上的中低收入户，中央搁再加上电费补助，一户上济会当领到4万5。若请浸水拖车费用，灾民暂时安置要相关的补助。另外，台南屏东同款有补助通好申请，监理所也要提醒民众，这车浸水也会当修理，会当先去办理停驶、暂停扣牌照税、燃料费，也会当免投保这强制险，减少民众负担。8月上半日，高雄三民区这栋积水上严重的大楼，水准讲消退，地下3楼也是4架弄怪怪，爱大整理。要做善后，就是说，在这个第3层楼的这个淤泥的部分、清污的部分。浸水车饮水的时阵有漏气，有一寡塌伫入口，有一寡烧塌。拖吊人员爱先刹车，才有法度拖走。这车为送去维修厂，为停伫附近的学校。全部予黄土砍去的车，敢有法度维修也是问题。有一寡民众规期报废。那个东西泡到水，那个里面的行车电脑什么那个都坏掉，你再修也是没有用。跟监理所这边来报一个停驶等到车辆修复完成了以后呢，再把车牌再领回去那这段时间的相关的税费我会停止。监理所建议民众浸水车若是会当修理，会当先办理停开，减少牌照燃料税负担。风台受灾者原来有补助。灾害的这个认定啦，咱这个由咱李干事甲里长主动来做登记。高雄针对饮水超过50公分的家户，上悬补助一户4万5，50公分以下5000至1万5。若是浸水车甲浸水车拖吊，原来有补助，因为风台断水电都爱带旅馆，嘛会当申请。屏东饮水50公分以上是上悬补助4万5，台南饮水50公分以上的家户嘛是同款的金额，饮20至50公分的补助上悬1万5。若是饮水20公分以下家户提供低收也是中低收入户的补助，浸水车补助比较高雄，嘛提醒民众会记要翕上留存证明资料，才会当加紧申请的速度，赶紧领到补助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